我終於嚟到新疆烏魯木齊，一個心心念念嘅城市。烏魯木齊嘅市況比我想象中繁榮同埋發達。嚟到市區嘅第一個景點六館一心，邊六館呢？就係展覽館、博物館、規劃館、音樂廳、大劇院、文化館同埋一個中心文化塔。一行入去就充滿未來感，滿滿嘅 Cyber 風。先去烏魯木齊市博物館參觀，入到去先俾第一個展館震撼咗。佢模仿當年古絲綢之路嘅景況，有古城同埋天山做點綴，上面嘅壁畫就有李白嘅關山月圖文並茂。明月出天山，蒼茫雲海間，長風幾萬里，吹度玉門關。呢個絲綢之路嘅剪影裝置都非常好睇，畫面簡單但係意境深遠。然後博物館會根據時間嘅順序去介紹新疆嘅發展。中間比較深印象就係呢個張騫出使西域圖嘅壁畫。細個讀中史一定會聽到張騫同埋班超出使西域嘅故事。然後因為今年馬年，所以有一個叫飛馬行軍嘅特別展覽。原來展覽仲有2日就結束啦，所以我好彩可以最後都欣賞得到。烏魯木齊嘅意思喺蒙古語就係優美嘅牧場，所以可想而知馬對於當地嘅重要性。喺呢個裝置介紹咗原來唔同顏色嘅馬係有唔同嘅名字去稱呼嘅。我未必完全識讀每一個字，不過至少知道原來馬字旁嘅字呢係有咁多。呢度介紹咗歷代嘅神駒名馬，包括呂布嘅赤兔、劉備嘅的盧、項羽嘅烏騅同埋曹操嘅絕影，全部都係細個睇故事耳熟能詳嘅名字。唔知大家知唔知道香港最出名嘅馬叫咩名呢？就係精英大師啦。最後祝大家馬年立馬成功。喺大劇院將會有一個李白嘅歌舞劇演出，關於李白嘅我都好想睇，不過可惜呢個演出要到下個禮拜5月15同16號先有得睇，完美地錯過咗。喺六館一心仲有其他展館好值得睇，不過唔睇入邊嘅展覽呢，喺呢個館區域嘅建築物呢都非常有特色。話說如果喺航拍角度，成個文化中心就好似一個盛開嘅雪蓮一樣，而一粒中心嘅花蕊呢，喺日頭影呢，呢個金屬感亦都非常之靚嘅。夜晚嚟咗網紅點和田二街食飯，見到呢個刨冰好吸引。買咗呢杯酸奶蜂蜜刨冰，然後再嗌咗個羊腿手抓飯，個羊腿比我哋畫面中呢顯示更加大，然後我竟然食得晒。最後過對面馬路睇呢個特色嘅拋碟表演，表演好唔好睇一回事，不過見到呢個表演者咁享受呢，都值得我停低欣賞一下。